啊，文旦是拢敢若装啊这里有尔呢，无啊，毛豆、红叶搁过吼，就是红叶食醋条，食醋条，到食醋条尔啦，哦，到食醋条，到食醋条尔，哦，菜干也无啊，哦，菜干啊，营养有咧，哦，营养，营养，哦，营养啊，文旦啊，文旦讲越南来啊，看遐越南哦，那越南呢？越南名产，哎，越南的名产哦。啊，毋过文旦好食是麻豆的文旦。啊，伊就大量离迄个麻豆，咱台湾的麻豆地区，适合它的气候、温度、湿度，都是适合它生长的地方，所以大面积的栽培下去。哦，原来有经过试种的哦。哦，啊，那原来有经过试种的哦。哦。你去问个越南这咱到港了，越南的水你敢问看嘛？哎呀，咱我有听过。讲越南的文旦树叫什么名字？哦，你那有？诶，我讲你都住麻豆底啊，开堆安叶去啊。嘿嘿。啊，遐个安东尼怎啊整？安东尼怎啊整？大溪。大溪啦。大蛇梯。哦，大蛇啊，现在红啦。哦，那祖先做较神啦，个红马鸟呢吼，还庙，哦，这就好强。规种拢姓李。哦，这规种拢姓李。哦，这规种拢姓李。治安哦，真系。好像都要过怎啊整？哦，治安搁过。东北。这条就是173公路嘛。哦，173公路。啊，要对西港啊去啊。哦，是啊，要去西港。好。你看红叶无？哦，红叶呢？哦，红叶呢？哦。红叶你就入来，你就是高湾头。哦，啊，红叶入来就讲，啊，王董呀，王董事长。哦，王先生呢？哦，你对。叫热心。你会直直到入来。哦，王先生。哦，王先生。那跟电线杆。好，电线杆。做好吹。哦，好吹啊。哦。啊，人火龙过种你看另外生啊，啊，火龙过，哎，再讲。